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無廣告任聽節目，定期仲有限定劇場更新添。我喺 Patreon等緊你啊Very quite the peak. Japan 1628 Heavy. Thermal to request you make a right turn 360 degrees, 360-degree turn, and advise me what your traffic does then. Japan 1628 Heavy, sir, your traffic appear to be staying with you? This will be Japan 1628 Heavy, understand you do not see the traffic any longer. 當奧巴馬今年公開承認外星人真實存在，當特朗普揚言解密全部 UFO 機密檔案嘅時候，好多人都認為檔案入邊肯定會有呢一個事件嘅出現。佢被全球研究者公認為人類歷史上證據鏈最完整、可信度最高嘅 UFO 目擊事件，都係唯一同時集齊專業人證、雷達回波、空管錄音、官方檔案4重鐵證嘅終極案例。一部載滿住貨物嘅波音747喺阿拉斯加夜空遭遇無法理解嘅巨型飛行器，全程被無聲尾隨，而且保持精準同步機動。但喺飛機落地之後，遭遇中情局嘅強勢介入，證據被沒收，證人被封口，結論被刪改。呢一場鐵證如山嘅空中接觸，點解會淪為官方口中嘅光學現象嘅呢？一套無懈可擊嘅證據鏈，點解要被隱藏足足32年嘅時間？又點解會突然被公開呢？大家好，我係講古仔碌斌，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重溫下1986年真實發生嘅日航1628號航班 UFO 事件。1986年11月17號，一部再普通不過嘅國際貨運航班從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起飛，途經冰島雷克雅未克，計劃飛往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終抵達日本東京成田機場。呢部係日本航空 JAL1628號貨機，執飛機型為波音747-200F 全貨機，機身長度70.6米，翼展59.6米，係當時全球體型最龐大嘅民航機型之一。呢部飛機載滿住法國特產博若萊紅酒，飛行喺固定嘅北極貨運航線上。而呢趟飛機嘅機長寺內謙秀，時年47歲，擁有超過1萬個鐘頭嘅總飛行時長。唔單止係資深嘅民航機長啊，仲曾經服役於日本自衛隊，具備豐富嘅軍用飛行經驗，可以精準識別各類嘅飛行器、氣象現象同埋空中異常目標。心理素質過硬，從業以嚟冇任何嘅飛行事故、違規記錄，亦都冇精神病史、中意飲酒等等嘅不良史。副駕駛係藤龍司，飛行工程師係竹波善衛，兩個人同樣擁有幾千個鐘頭嘅飛行經驗，三個人長期搭檔飛行，配合默契，職業素養可以話係無可挑剔嘅。但係呢三個喺天空中一早已經習慣咗大風大浪嘅人，即將要遇到佢哋職業生涯中永生難忘嘅遭遇。我哋嚟聽下佢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當地時間嘅17點11分，JAL1628航班平穩飛行，機組人員按程序完成咗巡航檢查，機艙內一切正常。呢個時候嘅天已經黑晒，輕輕有少少月光。機長寺內謙秀突然發現飛機左前方出現兩個非常光猛嘅發光物體，正喺度快速咁向住客機靠近。開頭機組以為係執行巡邏任務嘅美軍戰機嚟嘅，因為阿拉斯加作為北美嘅防空前沿，美國戰機頻繁活動係常態，所以佢哋並冇立刻警覺。但短短過咗幾秒啫嘛，兩個物體嘅飛行姿態徹底顛覆人類航空常識，令到機組人員瞬間就緊張起嚟。佢哋三個人發現兩個不明飛行物以好快嘅速度從後方追上時速900公里嘅波音747，跟住無視慣性定律，瞬間急停懸停，穩定保持喺客機左前方500到1000米嘅範圍。喺客機度望過去啊，佢哋唔係一個遙遠嘅光點，而係清晰可見嘅實體飛行器，整體呈現一個碟形，通體散發住強烈嘅白黃色強光。
底部排列住兩排巨型發光噴嘴，光線非常穩定，完全唔會閃，全程都無聲無息，冇任何引擎嘅轟鳴、氣動噪音，甚至冇尾焰同埋飛行尾跡。更加令人震驚嘅係，當物體靠近嘅時候，波音747嘅駕駛艙被完全照到光晒，3個機組人員可以清晰感受到面部同埋機身傳嚟明顯嘅熱量，好似靠近咗個高溫熱源咁。寺內機長咁多年嘅飛行生涯入邊，從來冇見過咁詭異嘅飛行器嘅。佢即時就做出判斷話，呢個絕對唔係人類已知嘅任何航空器。呢個時候，幾個人見到兩個小型 UFO 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嘅機動動作。佢哋喺高速飛行狀態下橫向平移，原地轉向，近距離貼機飛行，全程毫無減速，毫無緩衝，完全違背空氣動力學同埋慣性原理。就算係人類當時最先進嘅戰機，就算擁有此量推力，都冇辦法實現咁樣嘅機動。機組人員即時向安克雷奇空管中心緊急報告話：呢度係日航1628，本機左側出現兩個不明飛行物，距離好近，並非已知嘅航空器，請求確認空域情況。就喺機組同空管通話嘅時候，兩個小型 UFO 突然加速，迅速向遠方飛咗過去。靜動機組鬆咗一啖氣，以為危機可以解除啦，點知真正嘅恐懼而家先降臨。喺兩個小型飛行器嘅後方，有個巨型碟形母艦慢慢出現，佔據咗機組嘅全部視野。呢個畫面係3個人終生難忘嘅恐怖畫面。母艦呈現一個標準嘅圓盤形，中間拱起身，邊緣光滑，通體冇任何嘅接縫、槍口或者武器裝備。整體嘅尺寸係遠遠超過波音747噶。此內機長事後明確描述話，佢嘅直徑相當於2艘航空母艦，我哋嘅波音747喺佢面前就好似一部小漁船面對住巨型遊輪咁。嗱，而截至到2026年嘅今日，人類最大嘅飛行物興登堡號飛艇大概係245米，現代最大飛機安225大概係84米，平流層發射機嘅翼展117米。即係話，如果我哋按照福特級艦母全長333米嚟計算，呢個不明飛行物體大概有成660米。目前人類係冇任何一部喺高空自主飛行嘅飛行器係可以達到呢一個體型嘅。呢部母艦全程靜音，冇任何飛行特徵，以同客機完全一致嘅速度穩定伴飛，始終保持喺客機嘅後方同埋側方嘅位置。無論機組點樣操作都好啦，改變航向、調整高度、加速、減速，甚至進行360度盤旋，呢部母艦都可以完美同步機動，就好似一隻鬼咁，根本冇辦法擺脫。從17點11分到17點42分，足足31分鐘嘅時間，巨型母艦持續跟蹤 JAL 1628航班，大家根本唔知道即將會發生啲咩事。唔單止係咁，與此同時，安克雷奇民航管制雷達同埋艾爾門多夫空軍基地軍用雷達同時捕捉到異常嘅回波。事發空域係位於阿拉斯加東部上空，海拔10600米巡航高度。呢片區域屬於北美防空識別區核心地帶，人煙稀少，遠離城市光污染，夜空通透純淨。呢個區域仲密布住民航雷達同埋美軍軍用雷達，監控網絡嚴密。所以呢個時候嘅雷達屏幕清晰咁顯示，喺 JAL 1628航班嘅周邊，真係存在住一個無應答機信號、無航班備案嘅未知目標，係一個位置、高度、速度都同機組目擊描述完全吻合嘅不明飛行物。空管中心嘅實時錄音完整記錄咗當時嘅緊張氣氛，而呢段錄音都成為咗無法偽造嘅核心證據。跟住落嚟，我哋一齊聽下部分嘅對話內容，感受下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
究竟有幾咁緊張同埋詭異？Japaner 1628 Heavy, sir, if you're able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aircraft, and see if you can tell whether it's military or civilian. Japaner 1628, so we cannot identify the type, but we can see navigation right and turbo right. I think very quite big. Japaner 1628 Heavy, sir, I'm going to request you make a right turn 360 degrees, 360-degree turn, and advise me what your traffic does then. Japaner 1628 Heavy, sir, is your traffic appear to be staying with you? Japaner 1628 Heavy, understand you do not see the traffic any longer. Copy. 空管緊急調到附近嘅聯合航空航班前往目擊空域核實。當援軍抵達嘅時候，巨型航母已經完全消失咗，雷達回波都同步消失埋，一啲痕跡都冇。31分鐘嘅空中驚魂就咁樣結束啦。當 JAL-1628 航班降落喺安克雷奇機場嘅時候，3位機組人員面色蒼白，神情緊張，完全唔似平時咁淡定。唔係呢次事件嘅後續調查過程當中，點解會令到 CIA、FBI、美國空軍情報局人員全體出動嘅呢？嗱，咁係因為日航1628遭遇 UFO 事件唔係單一嘅目擊，而係集人員親身經歷、雷達監測、實時錄音、官方檔案4重閉環證據鏈，環環相扣，完全冇辦法辯駁。首先，呢次事件唔係得一個人係咁講，而係3個資深機組嘅共同目擊、親身經歷。3個人分開審訊嘅時候，對不明飛行器嘅形態、動作嘅描述完全一致，排除佢哋有幻覺嘅可能。而機長寺內謙秀係曾經服役於日本自衛隊，具備豐富嘅軍用飛行經驗，可以精準識別各類嘅飛行器，佢冇可能係存在誤判嘅可能嘅。就連事後嘅心理評估同埋事件動機調查入邊，都排除咗幾個人講大話或者集體炒作，借此嚟謀利嘅可能。其次，呢個事件更為關鍵嘅，仲有安克雷奇民航雷達同亞爾門多夫空軍基地雷達同步監測到異常回波，實時捕捉到未知目標，同客機位置高度綁定。咁樣啊，都排除咗雷達故障、氣象雜波、鳥類、氣球等等嘅常規干擾。軍民雷達嘅雙重監測就係物理客觀存在嘅證據，冇辦法偽造，亦都冇辦法用視覺誤差嚟解釋。而上面提到嘅空管實時錄音冇後期篡改嘅可能，更加係呢次事件嘅鐵證。而且喺錄音入邊，機組對母艦嘅尺寸、形態、機動方式嘅描述，同目擊嘅證詞、雷達數據完全吻合，進一步證實事件嘅真實性。呢啲核心而且冇辦法後期篡改造假嘅證據，成為今次事件入邊確實存在 UFO 最有力嘅證明。但 JAL-1628 航班喺落地安克雷奇之後，美國官方嘅反應比 UFO 本身嘅存在更加得人驚。一場自上而下嘅系統性掩蓋迅速展開。喺航班落地之後， CIA、FBI、美國空軍情報局人員第一時間封鎖機場，強行接管所有嘅證據。相關人員迅速沒收全部雷達原始磁帶、數據打印件、空管錄音。3名機組人員被美方帶走調查。佢哋喺分開接受審問嘅時候，對事件細節嘅描述完全一致。甚至機長仲畫咗不明物體嘅草圖出嚟，但就被全部強制簽署保密協議。為咗杜絕事件被曝光，官方仲對機組人員進行職業打壓。機長寺內謙秀因為堅持陳述事實，被日本航空即時停飛，調離一線駕駛崗位，轉到去地面閒職，長達3年時間無法飛行。此外，官方仲調取客機黑盒數據，核心內容全部封存，而且要求所有知情人員統一口徑，就係要對外宣稱未發生任何異常。仲有喺沒收所有原始證據之後，
CIA 將所有原始證據列為最高機密檔案，傳入去絕密資料庫，對外徹底封鎖消息，而且對外發佈咗完全矛盾且匪夷所思嘅虛假結論。所以公眾當時可以接觸到嘅，就得官方編造出嚟嘅虛假解釋。鐵證般嘅原始檔案俾人完全隱藏，但 CIA 細估唔到呢個特登隱瞞同埋藏匿咗32年嘅秘密，因為一個人被迫公開咗出嚟。呢位就係 FAA 調查主管約翰卡拉漢。喺 CIA 介入沒收證據之前，卡拉漢冒住極大風險，偷偷備份晒全部嘅原始證據，包括雷達磁帶、空管錄音、第一手調查報告、雷達影像視頻。佢將呢份證據收埋喺自己屋企嘅車庫入邊，默默守護咗10幾年。去到咗2001年，卡拉漢加入揭秘計劃，喺華盛頓國家新聞俱樂部公開造證，現場展示部分證據，全球輿論一片譁然。但當時嘅官方依然選擇冷處理，媒體報道被嚴格管控，呢件事好快就壓咗落嚟啦。直到2018年，喺美國信息自由法嘅推動下， FAA 被迫公開大量嘅機密檔案，塵封咗32年嘅真相終於徹底曝光啦。呢一份解密文件主要證實咗以下幾件事：第一，雷達確實監測到未知目標，同機組目擊完全吻合；二，官方初期結論都明確呢件事係無法解釋嘅，後期對公眾嘅解釋只係人為編造；三， CIA 確實強勢介入，強行沒收而且封存咗全部證據；四，當時所謂嘅行星誤認、幻覺等等嘅講法冇任何數據支撐。32年嘅謊言終於被徹底篤穿咗啦！全球每年數以萬計嘅目擊報告入邊，絕大多數都可以俾科學解釋，有啲係大氣嘅光學現象，有啲係人造飛行器誤認，有啲係心理幻覺同埋視覺誤差。但係喺日航1628號航班 UFO 跟蹤事件上面，3套雷達全部檢測到異常，3位資深機組人員證詞一致，當時人類又唔存在可以達到如此性能嘅龐大飛行器。就憑呢幾樣嘢，呢個都係人類歷史上證據鏈最完整、最接近證明到 UFO 存在嘅事件。但可惜嘅係，目前嘅解密淨係可以證明官方確實喺度隱瞞真相，但呢件事嘅原貌究竟係點，細節又有啲咩嘢，我哋依然係不得而知嘅。是但係今年話唔埋會有轉機喎。奧巴馬同特朗普已經分開表示過 UFO 機密檔案嘅存在，後者仲揚言話要解密全部嘅 UFO 機密檔案出嚟。話唔埋佢真係會突然抽起條筋，將所有檔案全部爆晒出嚟。今年就真係要成為 UFO 元年啦。好啦，今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呢，希望你可以幫手點個 like， 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其實關於 UFO 事件呢，仲有幾個非常精彩詭異嘅事件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想聽嘅話，希望你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我知。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都非常歡迎你點翻個訂閱。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如果大家中意我講嘅古仔，歡迎 Super Fans 或者加入我嘅會員支持製作，多謝大家，我哋下集見。